咱再来看今年的6月，新地咱店的放火案哦，嫌犯甲爸母冤家，竟然去买汽油放火烧厝，包括伊妈妈、太太，计共是烧死8个亲人。伊迅速被判死刑，2审今仔宣判，还一定认为生伊的行为算是上严重的罪，也毋过伊自首，所以该判无期徒刑。专案是当搁上诉，也毋过家属嘛无法度接受。我的孙女还不到1岁。 我的女儿还不到30岁，她就这样活活的被这样子害死了。凶手竟然还可以逃过死刑，这样的判决，我如何接受？我不能接受。摕到亲人的相片，讲甲目屎流、目屎滴，气甲讲话真大声，死者家属就把跳脱，对结果强烈不满。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人为火灾，无辜赔偿性命。专案都是伫去年6月，新竹市莲台行放火案。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，多少个无数的夜晚，流着泪。 想着我们最爱的亲人。犯案的陈干雄甲爸母伫工作问题参家务分配去冤家，接受起买汽油放火，母亲家后囝儿兄嫂等人被至亲拢死伫火场。1审以杀害、直系尊亲属罪判死刑，也毋过2审大转变，在伊改判无期徒刑，提到公权终身。自首时。 显露出懊悔、自责等情绪反应，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，认为其自首属于真实自首。其实，陈干雄所为，方认定是上严重之罪，已经达到处死刑的程度。也毋过无判死的关键理由，就是案发迄当时，伊已经表现出后悔，向到场的警员靠咧话赶紧求救后，搁较向警方借枪，想要自杀。合议庭认为，伊的目的并毋是减刑，已经构成自首要件，伊改判无期徒刑，专案也会当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